受到滯留方面甲西南風的影響，高雄市落局部的大雨，其中仁武區水淹甲腳目，民眾塞車出門上班攏塞車，真無奈。另外，前鎮區的瑞祥高中，因為有工程的施工，是變做一大片的爛土水，影響到附近居民的出入。也閣有這個南馬坑，有民眾坐火車，發現這個月台攏變做水牆了。又是個人工浪。高雄早起變大雨，仁武區鄉親厝內又閣淹水，真無奈落下這個影片，水已經淹超過腳目啊！上班時間去記者有夠近，腳踝以上大概有差不多10公分到12公分左右，也蠻高的。就我們的東西都在飄所以我現在要收攤了，因為沒辦法做。有10幾公分高，差不多。只要下大雨的話就會淹了。瞬間的大雨，地處較低所在又閣積水，烏托邦經過時攏會噴水花，愛特別細緻。水還袂較緊消。仁武區定關路一段水淹到有夠鹹，差不多有一個臉仔懸，車要駛過攏驚會過路。淹得很快，對面都淹到那個機車的輪胎上了，對面的都擠到我們家。另外，前鎮區的瑞祥高中網人翕到講，這敢變尼羅河啊，因為後方有工程的施工，加上落大雨，結果攏淹水。厝邊隔壁有反映講，淹水會影響到因，抑過有反應，攏無改善。跟他們講過了，整排的水這樣子挖那個洞，你看水是往哪裡洩？當然是往我們這裡洩啊。南馬坑嘛，鄉親要坐火車的時，結果佇月台看到水牆。昨暝嘛，鄉親佇三民區明誠1路甲頂山街口看到水位人較外噴出來。因為地流方面的瓦根甲西南風的影響，高雄市出現陣雨也是雷公雨，並且有局部的所在會落大雨，也是有變大雨的情形。部分的所在會閣淹水，提醒鄉親一定要細緻。